乡亲啊，回头过来看这个中央政府明年度的总预算案，总算是有进展。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日到立法院报告，针对着原住民禁发补偿正面来回应，讲会寻求资金来支应。国民党是来放调讲，若是无看到诚意，也是未来交付委员会来审查。民进党即摆上届担心的是，这个总预算若甲选罢法放伫同一届的议会来审查，恐惊这条也会继续完袂煞。深感责任重大，也非常的荣幸。总预算案总算有进展，行政院长杜英泰带领各部会首长来立院报告，若经过，伫咧拜五议会拢会祭出假期动员令。不过国民党团有强势无出招，顺利予杜英泰上台。不过这个补考嘛是有条件的。如果他有善意的回应，当然就互委啦。如果还是铁板一块，就目前我所知道的，好像还没有准备要让他互委，所以完全看礼拜5跟礼拜2的表现。总共一句话，当予总预算摆入议程，已经是真大的善意。若条野超袂好势，原住民禁发补偿，国民党主张逐年达公庆为3万块提升到6万，而且爱编足预算。杜英泰嘛正面回应：我们共同来研商妥适的解方。朝野政党如果或是以上的共识，114年度禁法补偿经费，行政院当可考量以适当之方式寻求资金来源予以支应。双方拢退一步，不过私底下恐惊是个人有暗算，传出在野定赢，予总预算过是暗算适当的时机，同时予选罢法的草案通过2、3读。不过民进党团早就准备好势，党内组织部政策会顶以及主管展开22关市的巡访，对接中央甲地方的主管战力、陆战、空战联合作战直接对决。也就是用选罢法的修法，增加罢免的难度，这种高政治性的法案一起来绑住总预算复委审查的议案。所以我们要说，在野党的委员，请不要只搞政争，不顾民生。无要甲希望放伫拿赢的善意，总预算案才打到议会报告，调野之间的3不合，关键是精神紧张。现在休息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